歡迎收聽和你看歷史。上一集咧，我就講咗 CIA 成立嘅經過，同埋咧 CIA 原本只係一個情報機構，一個間諜部門。不過咧，去到1953年 CIA 成功策動咗伊朗政變之後咧，美國發現冷戰並唔係一場用坦克同炮彈打嘅戰爭，而係咧一場影子入邊進行睇唔到嘅戰爭。美國就明白到啦，美蘇未必會搞到互射核彈嘅，但係咧蘇聯嘅勢力係必然向世界各地擴張嘅，所以美國唔可以俾蘇聯嘅共產勢力成功喺世界各地擴張啊，否則美國就可能喺冇開戰嘅情況下輸咗個世界啦。1953年伊朗政變成功，就令 CIA 由收集情報轉為主動干預世界。關於伊朗政變呢個部分呢，大家可以聽翻和你看歷史 CIA 系列第一集嘅。我依家呢，就馬上進入 CIA 策動嘅第二單重大政變啦，就係危地馬拉政變。1954年 CIA 策動代號成功行動嘅危地馬拉政變，呢次行動呢，比伊朗政變更加成功，但係呢，就更加具爭議性。話說1954年危地馬拉民選總統阿本斯想進行土地改革，咁樣就直接觸動到美國聯合水果公司簡稱 UFCO 嘅利益啦。當時咧危地馬拉被稱為香蕉共和國，經濟命脈掌握喺 UFCO 手上噶。咁當然啦，呢啲國家咧亦必然嘅貪污腐敗、政治不穩。UFCO 係該國最大嘅地主，嗰啲地係用低價買入嘅。呢個阿本斯就提出啦 ，UFCO 邊啲地未開發嘅話，政府咧就同佢買翻，價錢咧就用當年買入嘅低價去收購，咁即係點啊？即係變相收歸國有啦。UFCO 利益受損啊，當然唔順氣啦。於是咧 ，UFCO 就聘請游說顧問，將阿本斯描繪成為共產主義者，危地馬拉咧會成為共產陣營西半球嘅橋頭堡。你話阿本斯有冇共產主義嘅傾向呢？係有嘅。當然 UFCO 聘請嗰啲游說顧問啊，亦必然加鹽加醋嘅。於是美國政府就決定咧採取行動啦，由 CIA 策動政變，推翻阿本斯嘅政府。當時 CIA 嘅局長係艾倫杜勒斯，佢阿哥咧係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兩兄弟啊同 UFCO 都有深厚嘅利益關係嘅。佢哋咧就得到700萬美元嘅撥款去執行呢次政變計劃。CIA 嘅行動包括3招嘅。第一招心理戰 ，CIA 咧喺危地馬拉嘅鄰國設立一個秘密電台，不停就製作啲假新聞，宣傳咧話危地馬拉嘅叛軍啊正係進攻緊首都，而且咧勢如破竹，好快打到嚟噶啦。同一時間咧 ，CIA 就干擾危地馬拉嘅政府電台嘅廣播。咁於是當地人呢就淨係聽到 CIA 嘅假新聞啦，而廣播之中亦不時夾雜炮火聲嘅。另一招呢就係假軍隊啦 ，CIA 呢就真係請咗啲僱傭兵駕駛二戰時期嗰啲 DP-47戰機，跟住咧喺首都天空盤旋咁，有時咧就投擲啲煙霧彈，又或者啦去啲冇乜人嘅地方咧投擲少量炸彈。總之就令到危地馬拉嘅正規軍以為叛軍已經奪得制空權咁，仲有係暗中宣傳話叛軍得到美國支持。另外咧再訓練一支500人左右嘅所謂叛軍啊，就駐紮喺危地馬拉嘅鄰國洪都拉斯。當時咧危地馬拉嘅政府軍其實有5000人嘅，如果真係打起上嚟咧，政府軍唔會咁易輸嘅。好啦，咁去到1954年6月18號啦，呢一支所謂叛軍呢，象徵式打入邊境。本來佢哋已經俾政府軍就擊退咗噶，但係 CIA 鋪天蓋地嘅宣傳，講到政府軍一文不值，完全冇還擊之力嘅，就嚇到政府軍腳軟啦，就拒絕執行民選總統阿本斯嘅命令。阿本斯冇辦法啦，宣布辭職，流亡國外啦。然後 CIA 就扶植軍頭阿馬斯奪得政權。阿馬斯一上位，馬上廢除土地改革，更加廢除埋選舉，實行軍事獨裁。呢次 CIA 咧用咗超低成本完成政變任務，從此信心爆棚啊！7年之後再次發動古巴政變，危地馬拉跟住又點呢？就進入長達30年嘅內戰，死咗超過20萬人。呢單嘢去到1980年，根據美國嘅資訊自由法，大量文件被披露。
1997年幾千頁文件被解密，當中包括秘密檔案、暗殺嘅名單，仲有暗殺手冊添。1999年，克林頓訪問危地馬拉，公開承認錯誤。2011年呢，危地馬拉政府向阿本斯家屬公開道歉。呢一次呢，就係危地馬拉政變嘅歷史啦。OK， 咁去到1961年就發生古巴豬灣事件啦。我前邊就講咗啦，危地馬拉嘅政變呢大成功，就令 CIA 陷入無所不能嘅幻覺之中。於是呢，就輕率發動古巴政變。古巴政變呢係咁嘅：1959年，古巴游擊隊領袖卡斯特羅發動古巴革命，就奪得政權喎。起初咧，佢同美國關係相當好嘅。卡斯特羅成為總統之後咧，更加去過美國訪問嘅。不過冇幾耐，卡斯特羅開始親蘇啦。佢咧又係咁進行土地改革，又係損害 UFCO 嘅利益。呢一次咧，美國就非常緊張啦，因為古巴距離佛羅里達淨係得150公里啫。一個親蘇聯嘅共產政權喺正美國門口，對美國嚟講咧，實在太危險啦。後來咧，美國就實行對古巴石油禁運，但係古巴咧就由蘇聯進口石油，古巴正式成為蘇聯嘅馬仔。你話入侵古巴得唔得呢？美國又驚引發大戰喎。咁我之前都講啦，冷戰時期美蘇都有原子彈嘅，真係互射核彈嘅話，咁咪大鑊，到時咧就係世紀大災難嚟噶啦，冇人孭得起呢個責任噶。於是咧，當時啱啱上任嘅甘乃迪總統就接受 CIA 建議，決定咧策動政變，推翻卡斯特羅。CIA 咧以為用翻之前危地馬拉政變嗰個套路啦，可以推翻卡斯特羅嘅。於是咧就組織一隊流亡海外美籍嘅古巴人咧喺美國接受訓練同接受指揮。CIA 以為呢一班為數1400人嘅美籍古巴人呢，只要成功登陸就可以引發古巴人民起義嘅，咁樣呢就可以推翻卡斯特羅啦。冇錯噶 ，CIA 嘅情報顯示好多古巴人非常憎恨卡斯特羅。不過咁嗰一班人呢，多數係中產同富裕啲嘅階層，反而大部分窮人呢係支持卡斯特羅噶。好啦，咁另一方面，美國組成嘅1400名美籍古巴人又做緊啲乜嘢呢？呢班人呢就被稱為2506旅，佢哋喺邁阿密接受訓練。呢班友仔放假嘅時候呢，喺邁阿密嘅酒吧高談闊論，喺度講呢次 CIA 嘅計劃，就搞到連紐約時報都有報道呢件事喎，連卡斯特羅都知道，但係 CIA 仍然信心十足，覺得冇問題嘅。OK， 咁訓練結束啦，喐手噶咯。1961年4月17號 ，CIA 選擇咗古巴嘅豬灣登陸，根本選擇喺嗰度登陸係一次災難性嘅錯誤啊！冇錯，豬灣好偏僻，冇咁容易被發現，但係 CIA 唔知道豬灣係沼澤地，仲有好多珊瑚礁嘅，結果就搞到嗰啲登陸艇受損，啲通訊設備入晒水失靈啊！1400人被困豬灣，卡斯特羅就派2萬大軍，仲有坦克部隊就包圍佢哋。甘乃迪為咗維持美國冇直接參與呢個假象啊，就拒絕派空軍去營救呢班人。結果呢個2506旅等咗72小時，徹底崩潰啦。最後接近100人死，1200人被俘虜。1年之後，美國用咗價值5300萬美元嘅食物同藥物，換翻呢班美籍古巴人翻美國。卡斯特羅反而就做咗反美英雄，更加倒向蘇聯。甘乃迪就嬲到震啊，因為佢形象受損。掌權10年嘅 CIA 局長艾倫杜勒斯就被迫辭職啦。當日有分析家指出 ，CIA 係情報機構，但係只係肯聽想聽嘅情報，就無視不同意見同資訊咁，就認定古巴人民一定會起義嘅。結果反而就造就咗卡斯特羅成為大英雄，激起古巴人嘅民族主義。美國當然谷住道氣啦，於是幾次想暗殺卡斯特羅。呢個部分我下一集CIA 不能見光嘅歷史之中我會詳細再講啊。希望到時大家都聽下，了解下卡斯特羅呢個傳奇人物點樣避過600幾次暗殺。各位係600幾次暗殺啦。卡斯特羅不斷被暗殺，但係唔死得，
佢就知道咧美國遲早打古巴嘅，於是佢就揾咧蘇聯保護佢啦。蘇聯嘅領導人赫魯曉夫就秘密咧喺古巴部署中程核導彈。美國就發現咗啦，1962年美軍就封鎖古巴，全球陷入極度恐慌啊！因為咧，如果美蘇互射核彈，其他好多國家咧都必然要介入嘅，咁樣咧就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噶咯。不過最終咧，美蘇都傾掂數，蘇聯就撤走古巴嘅核彈，美國就承諾永遠唔入侵古巴。另外咧就撤走埋部署喺土耳其嘅飛彈添。之後嘅幾十年咧，一直經濟封鎖古巴，終於2014年，奧巴馬同卡斯特羅嘅細佬恢復外交關係，並且咧放寬旅行限制。2016年，奧巴馬訪問古巴，同一年傳奇人物卡斯特羅90歲高齡病逝，幾乎無所不能嘅 CIA 就係打唔低一個卡斯特羅。終於啦，去到1970年 CIA 攞翻個彩啦。1970年，一個講明係馬克思主義者嘅阿連德咧喺民主選舉之中當選成為智利總統。美國總統尼克遜當然就擔心啦，用乜嘢智利成為第二個古巴呢？美國喺智利嘅利益特別嗰啲銅礦就凍過水啦。尼克遜就召見 CIA 局長克爾姆斯，下令要搞到智利嘅經濟發癲。佢咧就撥咗1000萬美元要求 CIA 阻止阿連德上任。如果阻止唔到咧，就推翻阿連德。CIA 想利誘智利嘅總司令斯內德發動政變，咁但係呢個斯內德臨時咧就縮沙，CIA 咧就諗住揾啲激進嘅組織啦，暗殺斯內德，然後就引發軍隊奪權啦，再懟冧埋阿連德。點知道咧計劃失敗阿連德順利上任，仲激起智利人民民族主義添。於是咧 CIA 唯有變招啦，就改打經濟戰同宣傳戰。美國咧首先經濟封鎖智利，就搞到智利咧外匯枯竭，通脹升上600% 以上。然後咧 CIA 資助智利最大嘅水星報，日日就報道智利經濟困境，再加上智利政府嘅貪污腐敗咁。不過咧，事實上呢啲報道咧，大部分都係事實嚟嘅，唔算係假新聞。1972年 CIA 資助卡車司機大罷工，就搞到智利整個國家幾乎癱瘓，智利人呢就陷入極度不滿啦。終於最後一擊嚟啦！1973年 CIA 成功滲透智利軍隊高層，收買咗陸軍總司令。1973年9月11號，美國喺智利嘅外海進行軍演。智利空軍呢就炸呢個總統府，阿連德就透過電台呢話佢唔會辭職，寧願選擇死亡。之後就傳出阿連德自殺。不過咁亦有人指出呢，佢係被殺嘅，因為阿連德係身中 AK-47 子彈嘅，自殺就冇人會用 AK-47 嘅。之後嗰個被 CIA 收買嘅陸軍總司令呢就成為智利嘅統治者。呢個人呢就係皮諾切特啦。皮諾切特建立咗殘酷嘅獨裁政權，單1973年嘅政變，皮諾切特喺一個運動館入邊呢已經處決咗幾千人啊！之後嘅殘酷獨裁統治呢，最少殺咗3000名異見人士，幾萬人遭受酷刑同迫害嘅。各位，其實歷史好有趣嘅。皮諾切特呢個獨裁者，佢知道自己呢完全唔懂得經濟。所以佢上任之後呢，就重用一班被稱為芝加哥男孩嘅經濟學家。呢班所謂芝加哥男孩呢，就係當年喺芝加哥大學跟經濟學大師弗利文學經濟嘅。大家知道啦，弗利文呢係自由主義嘅經濟學家。弗利文呢主張完全市場化、私有化、削減政府開支、減少福利、廢除貿易壁壘。當時拉美國家呢都唔接受呢套經濟理論嘅，大部分國家都係實行大政府福利主義咁。皮諾切特呢就同大部分拉美國家嘅政策背道而馳，結果又點呢？起初智利國內失業率飆升貧富懸殊。皮諾切特點做呢？拉人、殺人、鎮壓工會同民間力量。智利人當然好慘啦。不過咁之後呢，經濟奇蹟出現啦。GDP 持續上升，1970年到1980年代智利係拉美最富裕嘅國家之一，成為中產同有錢人嘅天堂。
基層市民又點呢？自由同財富都冇，貧富懸殊嚴重，福利同保障低到令人難以置信嘅。有人就形容啦，真正自由市場喺最不自由嘅社會之中實現咗。OK， 下一單呢係 CIA 影響世界最深遠嘅一次行動啊！呢次行動呢係1980年代阿富汗旋風行動。呢件事呢係咁嘅，1978年阿富汗發生4月革命。阿富汗呢原本係一個王國，由皇室統治嘅，社會呢相當保守。1978年軍人推翻咗皇室，成立親蘇聯嘅政權，馬上呢就推行嗰啲社會主義政策咯。跟住點呢？阿富汗爆發內戰啦。1979年12月，蘇聯直接出兵阿富汗。蘇聯嘅諗法係阿富汗接近中東啦，又近波斯灣同印度。如果俾蘇聯控制咗阿富汗呢，跟住再擴張呢，就可以對付到美國啦。所以當時嘅總統卡達呢有個諗法。既然美國喺越戰之中嘗盡苦頭啊，呢一次就要令蘇聯都嘗下陷入泥沼嘅滋味。於是咧，美國決定喺阿富汗打一場代理人戰爭。點樣打呢？就係通過巴基斯坦將現金同武器交俾阿富汗嘅游擊隊，就等阿富汗游擊隊用美國嘅武器同蘇聯打。當時阿富汗游擊隊稱為聖戰者。起初咧，蘇聯用強大嘅火力，特別係空中優勢啦，打到聖戰者傷亡慘重嘅。終於啦 ，CIA 決定加碼，向聖戰者提供便攜式地對空飛彈，即係咧刺針飛彈啦。一出呢個武器咧，蘇聯紅軍失咗制空權啊，士氣崩潰。終於咧，1989年蘇聯被迫撤軍，打咗9年幾，一無所獲。對於 CIA 嚟講咧，當然大獲全勝啦。呢場戰爭被形容為蘇聯嘅越戰。呢一場仗結果真係搞到蘇聯呢，武器又少咗，士氣又低落，經濟嚴重受損，直接就拖垮蘇聯啦，加速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美國又點呢？軍事實力方面呢，冇太大損失嘅，當然啦就俾咗唔少武器咧聖戰者啦。金錢方面都使咗唔少噶，戰爭嘅後期咧，每一年6億美金就掟俾聖戰者。我之前咧出片講嘅，歷史咧永遠有因果嘅。美國就壯大咗聖戰者，壯大咗大量激進嘅伊斯蘭武裝，其中一個聖戰者嘅領導層呢就係拉登啦。蘇聯撤軍之後，美國對阿富汗冇乜興趣啊。於是咧，阿富汗出現權力真空，結果就令到塔利班崛起，最終就演變成2001年911事件。另外咧，數以萬計嘅武器就流入黑市，就成為咗中東好多恐怖組織嘅軍備啦，令到中東到依家咧仍然深受恐怖組織嘅困擾。各位，不過咁，由另一個角度去睇，蘇聯解體，歐洲咧放下心頭大石啦，世界就進入暫時嘅和平時代。整場阿富汗戰爭咧 ，CIA 都喺背後策劃嘅。呢一個時期咧，係 CIA 改變世界嘅高峰期，亦係 CIA 權力嘅頂峰。下一集係 CIA 系列最後一集，我就會同大家講 CIA 最唔見得光、最黑暗同最荒誕嘅行動。咁希望大家都收聽啦。咁當然，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分享。訂閱嘅時候咧，請撳埋個鐘仔。另外設定咧係全部接收，咁我哋一有新片就通知到你啦。請大家俾多啲意見我，包括影片嘅長短啦、節奏同內容咁。另外，大家想聽咩嘅題材咧？請留言話俾我知啊。拜拜。